第一輯銅章測試內容及具體測試方法。喺進入示範前，首先介紹各個章別嘅評分準則。喺計算得分嘅時候，除咗計算命中球數之外，仲包括喺技術動作、擊球質量、靈活性等方面嘅評分。技術評分得分係由0分至3分作評核。銅章只需要測試4個項目。第一項，右半台正手對攻球，考生連續命中15球或以上及動作協調，可得滿分3分。請留意示範球員喺身體、手臂以及腿部整個動作嘅協調性。第二項，反手推擋或反手撥球。推擋或撥球一般係指直板可以用推擋或反面撥球，橫板則用反手撥球。考生喺連續推球或者撥球達到15球或以上，並且動作協調，可得滿分3分。第三項，正手發球。發球合規則，有球速，命中7球或以上，可得滿分3分。注意示範球員拋球前嘅動作，要將球擺喺掌心，手掌平放向上拋球。第四項，反手猜球，要求動作協調，並且命中13球或以上，可得滿分3分。以上4項技術攞滿分，可得12分之外，擊球動作、擊球質量同靈活性滿分可以攞9分，即係銅章技術試滿分為21分，合格分為14分。